請問你超群係唔係有隻天后宮呢？超度夫群係財體民眾嘅信仰中心。對你愛樣辦過去呢？愛上求生命保佑，用愛的分區做中心點，天然里條容積路行18公尺，沙能挖晶片公積路，高向前行50公尺，到公積路老公民路嘅交叉路口，優秀片就是天后宮。請問你嘅廟有幾多年嘅歷史呢？你係內埔歷史最久嘅古蹟，超過200年歷史咧。我等唔出愛去媽祖廟咧。人講媽祖婆人愛葬，你對外體內相信媽祖會庇佑你旅途平安。希望你嘅熱心聽守，我做得老二讓手機吃泡沫。冇問題。好嘞，路能強勢你。希望。